如果要向前走嘅話咧，電力嘅需求就始終係存在。香港嘅經濟，香港嘅呢個發電嘅組合，到底應該係向左走定係向右走呢？實在係需要我哋嘅政府同埋各界社會嘅朋友呢，係去共同磋商、陳述理據，透過廣泛嘅討論呢，嚟達到一個平衡。代理主席女士，今年喺財政預算案裏面呢，撥俾環保政策嘅經費開支呢，增加咗12億，當中注資喺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以及推行綠色運輸試驗基金呢，已經係用咗8億啦。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呢，過去喺推動環保工作上面呢，係有好大嘅貢獻，特別喺社區裏面嘅廢物回收計劃呢，絕大部分都係得到基金嘅支持嘅。喺未來嘅日子裏面呢，我哋係期望呢基金係得到注資之後呢，可以推動更加多嘅社區處理廚餘嘅項目，因為我哋睇到呢廚餘而家係佔家居固體廢物嘅一個好大嘅部分。即使日後廚餘嘅中心喺幾年之後落成呢，佢哋嘅處理能力呢，亦都係好難應付每一日產生嘅3000公噸嘅廚餘嘅產量。我哋認為啊，基金除咗可以資助購買一啲堆肥機之外呢，亦都可以資助啲市民呢係購買相關嘅技術。政府亦都要考慮呢喺各個大型嘅屋苑呢係免費收集一啲過剩嘅廚餘，將佢哋變咗做堆肥，再送俾本地嘅農戶或者用喺社區嘅綠化之上，做到係廢物利用。代理主席女士，本人謹此陳辭。